小野柳这边，台东小野柳这边，都兰国小哦。哦，刚好有这些椅子、桌子，可以吃午饭，很方便。哦，你看这浮球啊！哦，这浮球有没有很重啊？塑胶的啦哈，塑胶的才能浮上啊。哎呀，那个螺还有在跑呢，那个螺还有在动，还有在跑呢。不是蜗牛嘞，是海螺吧？还有在跑呢，你看，脚伸出来在跑呢。那是还有乌龟嘞，竟然还有小乌龟嘞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小乌龟是从那个螺的壳里面，从螺的壳里面跑出来的嘞。哦，哦，那么保济院，那么保济院，那么保济院。那么保胜出来，那么保胜出来，那么保胜出来，嗯。啊，这是给人家观赏的啦，啊，那不能把它抓回去海里面了，人家放在这里做教育用的。寄居蟹啊，寄居在那个螺壳里面的，寄居在螺壳里面的蟹，寄居蟹，寄居在螺壳里面。啊，用那个蜗牛的壳给它寄居了。哦，也有海螺的壳啊，不是只有蜗牛的壳。你看，还有这个屏幕左边的，还有，海螺的，还有贝壳类的，还有个壳给它寄居。哦，这个是珊瑚啊，这珊瑚啊。寄居蟹的，哈哈，寄居在那个螺的壳里面呢。你看，寄居在蜗牛的壳，还是有的不是蜗牛的壳，是海螺的壳。海螺还是海中的贝壳类的，啊，寄居在海螺里面呢。寄居蟹呢，那寄居在那个。壳里面，哈哈，还寄居在壳里面呢。原来那个壳还可以做寄居蟹的这样。哦，那花蝶有在动，原来是寄居蟹的。哦，也有那么细小的。你看那个，哦，还有那么小的。哦，放了这么多壳，海里面拿出来的，电力又不够了。哦，
条河流呀，就是有那个岩石啊，岩石经过海风，海水这样侵蚀，被海风造成风化，造成那个特殊的形状。这个你看，珊瑚礁呢，珊瑚礁啊，看这个都是珊瑚礁啊，在珊瑚礁还是可以成长的。看这个榕树还是可以在珊瑚礁这边成长。珊瑚礁哈，珊瑚礁还可以长植物啊。有珊瑚礁的地方还可以长植物啊。你看榕树好厉害啊！珊瑚礁的还是能够成长。这个叶子有没有比较特殊啊？你看这植物的生命力好强你看好多的珊瑚礁，这本来就在这个位置的吗？好多珊瑚礁。那个是紫苏吗？那这么多珊瑚礁啊！好这么多珊瑚礁。叫偌济？叫偌济？进来，叫偌济？进来。好，看叫偌济进来。我时间得要到哩。讲唔通耽误上课啊。好收咪，反正要等一点。做好所有工作，事情做好所有工作。还有吊桥，你看。行好，不要惊，感恩啊！照惊，感恩啊！制作。真的是很奇特的，真的是很奇特的景观呢。这行好，我行骨头。石头很漂亮，也不能搬回家了。石头代表阴的呢。还有好多木啊，好多木头，漂流木啊，好多漂流木啊。你看好多漂流木，树木能够变成那个颜色，历史悠久了。海水冲刷风化。你看岩石变成这个样子。什么豆腐岩啊，什么岩啊？你看入口可以
变成这个样子，那历史要多久？时间要很久。漂流木自然散落地面，这是一种造景啊！看看原始风化成那个样子，你看原始风化成那个样子。哦，海风很大，怎么不能穿裙子呢？哦，这个叫小 A 流啦，台东也有小 A 流，台北那边的叫大 A 流。啊，台北金山的 A 流，大 A 流，这边的小 A 流。哦，这木头这么大了。